喂，有乜好介紹啊？你想點先？我想投資咯。喂，我仲想搵工喎。係喎，我都想創業喎。其實我想八下嗰行究竟搞啲乜鬼啊？你想知啊？聽我哋嘅財經通絡咪得咯。Hello， 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我哋 You On Live 嘅節目財經通絡。咁主持係我小鬼啦，係我拍檔家寶同埋紅利嘅。Hello。咁啊，財經通絡呢就好多嘢會聽嘅。咁呢就分別呢，我哋經常會邀請一啲唔同嘅嘉賓朋友上嚟啦，咁傾下各行各業嘅投資啊、就業啊、經營嘅情況啦，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好特別嘅投資啊、理財嘅方法或者心得嘅。咁啊，亦都經常講一啲社會民生啊、經濟相關嘅話題嘅。咁啊，今集我哋講咩呢？不如我哋今次轉一轉，唔好問阿家寶啦，問下紅利啦。紅利知唔知我哋今集講乜嘢？今日啊，今日呢就講呢個可以幫自己增值財富嘅。哇，個個都想喎。係啊，仲要揾一個好有份量嘅人去講嘅。一個定兩個啊？一個呢就係巫師，一個呢就係塔羅師傅。哦，咁不如我哋介紹下今集嘅嘉賓先啦。嗱，首先介紹嘅呢，我哋嘅占星同埋塔羅嘅大師子平師傅。子平師傅你好。Hello， 大家好。另一位呢，就係 Simon 師傅。係，大家好，我係 Simon。哈哈，Simon 上次見過你喎，係啊，喺嗰個無奇不有嗰集喎，講得相當精彩喎。Simon 師傅咧係一個現代嘅巫師，係咯，因為點解咧？上次阿紅利咧聽到你嗰集咧無奇不有，講拜月光嗰方面咧，即刻有做噶，逢15號都做噶。係咯 ，OK 喎，呢啲咪係聽書咯。係咯，咁佢就帶備3個蛋糕仔啊！紅利仲有啲咩帶備啊？有帶埋支紅酒去啊！哦，啱啱紅酒同埋一支香咯，香係啦，係啦，咁佢祈求啊財富嗰方面啊嘛，聽聞講，咁但係我話好好奇啊，我想問，其實你成日幫人哋去祈求一啲財富嗰方面，其實用咩儀式呢？可唔可以同我哋啲聽眾朋友分享下呢？吓？其實個儀式就同話拜月光係有少相似嘅，當然就係更加去進一步深化個儀式本身啦。因為始終拜月光係一啲好個人嘅做法，即係可能佢冇乜道具啊，或者冇乜經驗啊，咁佢禮手咁有酒有蛋糕有香咁就做到啦。但係如果你話係真係做一個好似我幫我嘅client 去做，即係啲係啦當事人去做翻一個儀式嘅時候，就會完整，就會係比較完整嘅。咁可能由場地啊到去道具啊，到去服裝啊，甚至乎時間啊、地點啊，呢啲全部都有講究嘅。係咁即係增值啲財富好緊要噶嘛，個個都想要錢噶嘛，真係。冇錯啦，因為呢樣嘢係要做得好正確，因為始終錢呢一樣嘢好實際啦，或者喺工作上呢樣嘢好實際，好即時反映到個效果，所以要做得精確先可以去俾個 client 去感受得到就係呢樣嘢 work 喎，呢樣嘢 OK 喎。係咯，阿紅利記唔記得我哋成日買 yes 咧嗬？係啊係啊。又最近嚟講有師傅訪問啊。係有巫師咧又俾 yes 訪問啊。今期 yes 都有講哦。係咯。有啊。咁其實嚟講，我咁即係榮幸邀請你上嚟咧，可唔可以就分享下，即係話你曾經嚟講咧做一啲個案，名就唔好講啦。咁啊嗰啲個案裏邊係點樣喺好短時間或者一定嘅時間裏邊咧，係增值到一啲財富咧，佢哋開心之餘，你又開心咧，可唔可以同我啲聽眾朋友分享下？就講一個最近嘅一個個案啦。呢個個案好似係我前2日收到電話嘅，係我個客人打電話翻俾我報喜訊。係咁，我最初聽到佢嘅電話嘅時候都好愕然嘅，因為我同佢有段時間冇聯絡嘅。咁佢一嚟就同我講，Simon，我有樣嘢想話俾你知啊，咁嚴重係嚇親我噶。跟住就話係咩事啊？佢話係好事嚟嘅。跟住然之後佢就話係上個月嘅時候，即係7月8月嘅時候啦，我係幫佢做過一個祝福嘅儀式啦，去令佢喺財富上面啊、工作上面都會比較順利嘅。咁佢其中祈求嘅其中一樣嘢啦，因為祈求嘅可以有好多嘅相關嚟講，咁佢祈求嘅其中一樣嘢係可以揾到用一個比較好嘅價錢啦，去揾到佢想揾到嘅屋。係啦，睇樓啊係嘛？睇樓啦，係啦。
即係佢想置業嘅，咁佢就諗住，但係你知啦，而家嘅樓價都比較高，貴啊，貴又好似好唔穩定咁，咁佢想揾個比較理想嘅價格去揾到佢想揾到佢理想中的房屋啦。咁跟住然之後，我有幫佢做一個祝福儀式嘅。咁當時佢亦都喺個儀式裡面㗎。咁我幫佢做儀式嘅時候呢，咁就其中一個過程握住佢隻手嘅，係要即係輕輕咁握住隻手嘅。咁佢都話係嗰陣時係感覺得到好強嘅能量，好強嘅祝福能量，個感覺係好舒服嘅。咁我都覺得啊，咁個儀式都好成功啦。咁跟住然之後佢就話做完儀式大概2個星期左右啦，佢就已經揾到佢想要揾嘅屋，而個價錢係相當之實惠啦。即係相對於個間屋嚟講，咁佢跟住然之後佢係連好似話臨時合約啊嗰啲已經係搞掂晒㗎啦，乜都搞掂晒，係真係好似已經塵埃落定咁樣樣。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就會見到就係話做財富儀式唔係話好即時令到你話有一大筆錢，但係可能係令到你喺物質上有一個比較好嘅豐盛效果啦。例如可能買用一個實惠嘅價錢去買到理想中嘅房屋，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例子啦。哇！呢個真係好好嘅經驗。咁可能佢即係用咗實惠價錢嘅，可能已經幫你慳咗好多錢喎。係啦，一嚟啦，二嚟就係話可能呢一棟物業本身有升值潛質都唔出奇啦。咁變相即係你話做一個財富儀式就好似咁樣啦，好似頭先咁樣講。即係唔係話一定俾錢你噶嘛？係啦，可能佢轉接上俾到一個有升值潛質嘅物件俾你，令到你喺一個合適嘅時候出售，你從而間接獲得到一筆財富。咁財富儀式個結果亦都可能係用呢個方法間接反映翻俾嗰個人聽咯。係咯，哇！如果咁樣，你知啊，小鬼呢就好中意呢係啲事業嗰方面噶嘛，你知我哋事業啊好緊要啊。咁啊，小鬼由你問下啦，即係話。你好關心事業啊，咁你又有冇即係阿巫師有冇曾經幫人哋處理事業嗰方面呢？吓？咁啊小鬼就好捉住啊巫師雲啊先得啦吓。其實好多朋友同我一樣啦，都好關心自己嘅事業啦。咁但係如果我想真係用一個請一個巫師去幫我催旺個事業嘅運程，又可唔可以呢？定係話有啲特別嘅方法要做？定係話唔係嘅，要間接做嘅，唔可以直接嘅？其實咁樣講啦，我會睇翻嘅就係話第一樣嘢要睇翻當事人係做邊一行啦，同埋佢即係佢要去睇翻佢個 case 嘅。佢個 case 如果佢份工係要透過比較大嘅客戶量，佢先可以揾到錢嘅。咁當然就係針對翻嘅可能譬如佢做工作上嘅祝福儀式，就可能間接少少啦，係增加佢嘅人緣啊，增加佢嘅溝通能力啊，增加佢同其他人相處上嘅技巧啊。咁呢樣嘢可能會更加細緻啲叫更加直接幫到嗰個客戶本身。又或者如果嗰個 client 本身咧，佢係做一啲內務嘅工作嘅，文書處理嗰類嘅，佢唔係話同客接觸嘅，咁又點樣做呢？咁樣可能就係增加翻佢本身嗰個工作表現啦，甚至乎可能係調翻轉減輕翻佢工作上嘅狀態負荷，或者甚至乎提升佢個人個精神能力，又唔定。冇錯啦，即係可能佢覺得話我老細係一定要我加班嘅喎，一定要加班加到10點嘅喎，咁我先至有機會升職嘅喎，咁升職加人工噶嘛，即係有機會加人工啦。咁喺咁嘅情況，可能就要調翻轉，就係做翻一個傾向係增強翻佢嗰個健康啊、精神能力啊各方面嘅一啲祝福儀式啦，去令到佢可以應付到呢個工作。巫師聽落都幾有科學化喎，真係啊！即係頭先你講過兩個範疇啊，佢嘅事業嚟講呢，就可能啲大公司係幫佢哋呢係增加嗰個客戶啦、溝通能力啦，同埋揾客方法啦。第二，如果個人打工嘅話呢，係幫佢嘅人嘅正能量嘅增加啦，精神體魄嚟講呢係增進好多。咁變咗嚟講呢，就唔係話真係好似坊間話古靈精怪咁樣啊！即係其實又係有方法同埋方式嘅喎，真係啊！冇錯㗎，甚至乎如果你話係工作嘅情況上嚟講啦，有陣時可能當事人唔係話我即係覺得可能好安於現狀嘅，我唔係要升職加人工嘅，佢可能覺得同同事關係相處唔好啦，或者同上司關係相處唔好啦，咁其實呢樣嘢好麻煩嘅，即係加你人工都冇意思啦，咁樣你做得唔開心。咁喺咁嘅情況底下，都可能係做翻一啲祝福儀式，去改善翻佢同佢同事啊，或者係老闆之間嘅關係，都係可行嘅。係，我又好緊要問一樣嘢，你知我哋個 CEO 啊洪利啊，就財多身子弱啊，佢成日嚟講嘅錢啊好搭水嘅，不過問題咧身體方面咧真係好弱啦。咁其實喺個巫師巫術嗰方面咧，喺正能量方面咧，其實可唔可以用咩方法嚟幫到個客人
或者幫到一個人係令到佢嘅精神狀態咧係提升，或者甚至乎嚟講咧佢係正能量啲，可以支撐喺工作啊或者各方面生活啊各方面嚟講係更加係比較係好啲呢？可唔可以同啲聽眾朋友分享下呢？我諗相信聽眾朋友呢都會可能同樣道理，好似啊 CEO 啊洪利咁樣嚇，可能精神方面咧比較弱啲，或者係攰啲咁樣嚇。阿洪利有冇咁嘅感覺啊？即係雖然我咁講嚇，即係可以令到自己有多啲 power 啊，即係做嘢方面會提神，即係醒腦啲咯。提神醒腦啊！當然可以啦，即係呢個情況底下都係可行嘅。好似頭先講嗰個加班個例子咁樣啦，咁佢都係可以增強翻你嗰個精神能力，因為一個人啦，佢除咗話身體之外，佢個心理啊，佢個靈性狀態、心靈狀態啊，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啦。即係我睇下洪利你嘅呢個容光煥發，但係你又話你好攰咁樣就係你身體健康，但係你個心靈上呢，就可能唔夠 power。咁喺做儀式嘅情況底下呢，就可能係針對翻你心靈或者你個心理特質各方面做翻一個祝福啊，或者做翻一個所謂啲簡單嘅治療啊，去增強翻你呢方面嘅能力，令到你身體同埋心靈都可以健康咯。係無痛噶係嘛？當然係無痛噶，呢個係無痛。咁我哋點樣揾你巫師阿 Simon 你呢？咁可唔可以俾個網址啊？因為上次呢，你講得好快，或者 email 講得好快啦，咁聽眾朋友可能就聽得唔係咁清楚。今次可以講慢少少嘅。係啦，慢翻少少係嘛？OK，咁我再講多次我個 email address 啦，咁就係AFANKSYCHIC@gmail.com。OK， 咁你本人有冇個 bot 啊，或者係甚至乎點樣聯絡到你啊，或者網頁啊咁樣，可能將來嚟講啲聽眾朋友呢可以認識你啊？係咪遲啲先再增添一個 bot 啊？咁聽眾朋友唔緊要，我哋唔好心急，到時呢可能阿 Simon 咁呢變咗呢就有個 bot 之後呢，我就會通知大家聽眾朋友啦。不過問題呢，好似我覺得一個好懸疑啊，或者好神秘嘅一樣嘢呢，就亦都其實就唔想講嘅。不過問題我哋都要有個認知，因為好多時呢，出門啊、意外啊，甚至乎坊間好多譬如話唔好聽嘅自殺啊各方面，咁陣間我諗留待喺下個環節呢，我哋一一分析或者係剖析俾我哋聽眾朋友講一講啦。咁嗱，我哋唞一唞先啦，下一個環節仲有好多話題我哋可以傾嘅喎。咁去一去廣告先。